过几天就是中秋节，亲朋好友拢会趁着这个时节小酒团圆。乡美目镜公司董事长，也是台南市员工省工会理事长吴浩明，因为家己嘛是中华医大杰出校友，有感母校有341位外籍学生离乡背景来到台湾读册。过节时阵，我都甲亲人斗阵做伙，特别送予学校满豆的文旦柚，甲学校师长做伙慰藉外籍学生的思乡之情。来，恭喜！来，中秋节快乐！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那我们学校有341位外籍生，那这341位外籍生在这一次的武汉疫情，也就是 COVID-19， 在这个暑假通通没有办法回国。那我们也觉得应该正好利用这个中秋佳节的前夕，来做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关怀。那也希望他们知道，我们学校呢对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照顾，就像家里的爸爸妈妈一样。好，那也谢谢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，也就是台南市验光生工会的理事长吴浩明吴理事长，那还有他们的顾问，还有他们理事会，然后从麻豆，说最在地的这个最有名的麻豆文旦，来送给这些外籍生，响应我们孙益民校长，他关怀我们的外籍学生，因为大家中秋节都在赏月、吃月饼、吃文旦，但是我们的外籍生回不了家园，所以只能在我们最温暖的华医科技大学来这边我们捐赠400颗文旦给我们的华医，由校长颁发给我们的外籍生。这个文旦是采自盐公省工会顾问李宝贵麻豆家乡的文旦园，由于80多岁乡亲谢友玲以及谢丽经理所在种，希望用美味度假的文旦，让每一位外籍学生甜蜜在心内。那现在学校送你们这个柚子，送你们这个文旦，对，还有吃过好吃吗？有吃过，很好吃啊。还有那个公司有送给我们啊，那个很好吃，最赞的。听说那个是文旦在那个麻豆台南那边是最好吃。除了品尝美味的文旦柚，活动嘛有安排外籍学生体验白柚啊、地柚啊无加味柚啊，现场的气氛非常欢乐，嘛让学生感受到台湾过中秋的趣味。中秋节快乐！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